自由工商校长陈硕丁、甲校友会理事长吴成田、副理事长周元良等咧加紧讨论，要如何和12月5日转来到母校的校友一个温馨难忘的团圆日。除了会当和真久无看的老朋友互相联络感情，嘛会当转来学校看卖学校的教学成果。慈幼是一个老师有爱、学生有情的地方，所以呢，在58年来造就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精英，现在在社会上也做出各个不同的奉献和负起社会的责任。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面，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回来慈幼。目前慈幼有资讯科、电机科、汽车科以及烘焙科。在这些年来，我们一直秉持着培育青年学习一技之长，除了教育他们基础课程之外，我们也结合了科大以及产业。在汽车跟电机方面，我们也发展所谓的能源车辆、电动车以及机器手臂。在资讯以及烘焙科的部分，我们也结合了 IoT 的物联网以及前进电商的课程，培育我们的青年，希望他们一样可以进入到社会服务。为了这次的团圆，校友会是特别安排了亲子项目歌唱联欢活动，欢迎校友带着亲人做伙转来到母校团圆。慈幼第8届校友会校友大会于12月5号中午11点报到。举办校友会的校友大会及亲子的烤肉活动，欢迎所有的慈幼人能够回校区走走，看看母校跟同学一起聚会寻求以往的回忆与片段的记录。那我们希望所有的校友能够一起跟我们一起同乐。自由工商校友联欢活动将伫咧12月5日登场，学校甲校友会热情欢迎校友转来看卖，做伙怀念过去伫学校的欢乐时光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